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1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日有什么新闻重点。气象局下晡将对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继续发布大雷公雨预报，拜六礼拜西南风减弱，雨会较细。中国开放民众会当去78个国家旅游，也毋过无包括台湾。交通部呼吁讲，来近开放中国旅游，对华嘛应该开放。海外已发生火烧山，上无53个人死亡，200多栋的厝荒毁掉。美国总统表示，这是大灾难，启动联邦救助。新闻台先来看气象局下晡继续发布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大雷公雨的预报。今仔因为受到西南风影响，气象局是表示讲天气是较昨差无偌济，也毋过今仔过昼花莲县佮有台东县有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哦，就要特别注意。拜六礼拜西南风减弱，雨就会较细，也毋过后礼拜水气会阁增加，嘛要特别注意雷公雨。受到西南风和过道对流发展较旺的影响，昨下晡双北、基隆、桃园是落大雨。早起气象局是表示，今仔也是会继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水汽会变较济。中南部有可能会继续落大雨，过道中部以北也会有大雷雨。今天西南风影响之下，水汽稍微多一点，在南部地区仍然会有些局部性大雨出现的机会。而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仍然会有一些类似昨天这种大雷雨的情况，有可能出现这种局部大雨甚至是豪雨出现的情况。为透早开始，嘉义以南的地区都有局部的大雨。根据气象局的统计，到今仔早起9点为止，累积降雨量上侪所在伫台南的安南区有95.5毫米，过来是高雄的嘉定有63.5毫米。另外，今仔日高温伫31度到33度之间，也若华东地区伫西南风的闪风面，可能有局部36度的高温。本岛的高温大概都是在31到33度之间。特别要提醒，因为花东在西南风的背风侧，可能会有这种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的机会。气象局发布的高温资讯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气象局表示，拜六礼拜西南风会减弱，中南部虽然也是有局部阵雨或者是雷雨，不过雨会变较细。过道阵雨的状况会比这2日搁减一寡，是相对较稳定。但是后礼拜1、拜2，西南风会搁增强，水汽增加，中南部搁会有大雨。其他的地区会是多云到好天，加雷公雨为主。记者柯嘉轩、曾准由台北报道。台北市跟新北市昨下晡落雷公雨，真侪路拢淹水。台天阁到桃园哦，因为方面这站的时间有积水，所以30米长的路基去互大水冲走。从北到南的火车昨拢严重慢滚哦，有的阁停驶。伫早起5点半才恢复正常的通车。向中港河台北市中庆北路出现积水，车路用要淹去。有网友翕到民众落车用手刹车咧行。受西南气流影响，七十下晡北部落大雨，伫树林嘉亨路水淹到人行道，有民众规气脱椅仔行。大水未护楼，北台社区各大楼停车场出现积水。在看过好像海边上头诶，雨势有够大，因过火车头前的广场也拢是水，亲像海涌共款一波刷一波。因为都是下班时间，真侪人伫车流当中寸步难行，未少骑机车人归去牵车用行的。中港过后的雷阵雨造成双北市抑个桃园真侪所在淹水，代替桃园到英国站路段也积水，双线无法度通行，路南甲上北列车慢分，车站内底单车人是愈来愈多。1个多小时。那对，6点半的车可以搭，现在要到6点半。是啊，因为你连什么时候可以回家都不确定。对啊，我觉得至少要延误多少时间，至少也要秀给我们看一下。代替总共开10班桃园甲英国之间的专接车，到暗时8点，每段列车平均慢分差不多45分，东正线路基流失30公尺。代替伫暗时双线封锁时间抢修，按算伫今日透早完成抢修作业。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哦，虽然还未宣布讲要选2024年的总统，也毋过当地苗栗举办的主流民意大联盟造势暗会，苗栗县长郑东引甲前县长徐耀昌拢去现场徛台哦。徐耀昌佮话讲，毋拿民进党，嘛要甲国民党赶落台。因为你们的先知所见，让国民党只有3万多票，不是高票，低票的落选，而得票最高的12万票就是我们的中东锦。各位，就是用这种的精神，我们不光要请民进党下架，更要下架国民党，让国民党彻底的反省。这场造势暗会昨暗时伫苗栗地南的运动公园举办，有真侪民众穿红马、举国旗来相挺哦。苗栗县长郑东引、佮议长李文彬、前县长徐耀昌嘛拢有来徛台。徐耀昌佮呼吁大家要爱团结，做伙甲民进党佮国民党赶落台，换郭台铭来做总统。针对前苗栗县长徐耀昌发出讲要落架。国民党虽然后来表示讲伊是无势力讲唔对话，也毋过哦，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伊是无表示意见。党主席朱立伦是强调讲，科技会会来处理。另外，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最近是定定去地方拜访，针对郭会问题嘛表示讲，也以民众党的身份宣告底哦。另外，赖清德准备讲要去巴拉圭来访问，外交部嘛证实讲有摕到中国买其他国家的媒体拍摄要来抹黑出访行程的证据。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伫党主席朱立伦的陪伴之下，到大家镇南宫拜拜。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全程陪伴。连续2天路南台中扫街拜票，要拼地方整合。暗过70前苗栗县长徐耀昌发出落架国民党，自我改喙讲是口误。对此，侯友宜也作出回应。目前党部在了解当中。朱立伦表示，科技会一定要严正处理，也了解真相。最近动作真多，暗过无讲是不是要参选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是到南门中继市场甲打商互动。对郭外配的可能，郭文惠表示会用台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参选到底。最近我是没有跟他联络，既然我们已经走完程序了，所以柯文哲一定会以台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参选到底。2摆重新参选的决心，根据民众党内参民调显示，赖瓜2个人民调已经在误差范围内。民进党赖清德早起是陪伴蔡总统参加国安会家庭日。赖清德特别访问巴拉圭，外交部证实已经将中国收买外国媒体想要抹黑加打压台湾的举动，及时澄清各界不实的报道，也呼吁各界认清真相，唔通得只为中方圈套做着误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西治安的嫌犯郭德敏，昨红对泰国掠回来台湾，上地检署马洪升压禁见，已经因个苏林交泰所进前方逼讲，有真侪检警的高层甲正常名流出入，即卖伊人伫台湾咯，敢有官商斗坑，等待调查。倒亡超过9个月，北部会馆负责人郭德敏，伫调查官甲警方戒备之下，持续为泰国押解回来台湾，勘察洗钱地下汇兑真侪刑案都出境，即马改送新北地检署归案，警方核实了后，将人升压禁见。被告有这个逃亡、勾串共犯，然后湮灭证据之余，所以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疑似透过交泰所甲检警接触，郭德敏引爆北部会馆之乱，包含前警大校长陈泽文、前警政署正防小主任黄金秋，甲承办郭德敏洗钱案的检察官王道之，超过20名检警拢押出捌是交泰所的座上宾，深受金钱包庇，影响案件侦办提前泄密，或者一步离境，都是检方爱国调查的重点。郑文灿市长亲口在会议中指示，
要将捷运绿线G101站的站体位移到郭哲明的农地旁。不止引起检警大震动，突然真侪政商名流拢被押出席招待所，尤其是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和那爷点名，甲郭台铭的关系真好。伫桃园市境内协助护航差地，即马在逃的主嫌被抓，有议员讲郑文灿向家爱带的单。圈地跟郑文灿有关联的话，就他回来之后，很多人都会瑟瑟发抖。那我觉得这些过去曾跟他来往的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些的小担心吧。我跟这个事件没有关联，那么检调也可以查清楚。司法单位的侦办，我相信就会非常明白的。到底郭台铭接触过什么人？是不是有检警、政商名流牵涉在内底？相关案件是不是牵涉不法？种种疑点，爱等调查找出真相。都惊直接进前，警界、司法界加政坛拢会个引起风波。记者综合报道。新闻台是同朋友。中国开放旅行团出国，计共有78个国家也毋过无包括咱台湾。咱的观光局定出讲，今年要有600万的国际旅客来台湾，其中有100万是中国旅客，恐惊无法度达成咯。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讲，目前已经有340万的国际旅客来到台湾咯，所以认为讲600万人应该是无啥问题。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会继续甲对话沟通，嘛呼吁讲，咱已经开放中国旅客会当来台湾。对话应该嘛爱开放才对。中国宣布开放第3波团客出国旅游名单，包含日本、南韩、美国、英国、澳洲等78个国家。不过，这份名单也是无台湾，引起国内旅游业者不满。这个政府无释出善意。行政院长陈建仁在伊出席亚洲国际邮展赶紧杯会讲，政府透过观光销量会来沟通，不过无得到善意的回应。在这一个和平对等，然后彼此尊重，然后务实的情况下来做相关的这个交流的沟通，像我们开放国人到大陆去做这个自由行的旅游，我们也开放国人到大陆去的大学呢去念书。目前中国已经开放138个国家，中国人要来台湾，爱透过专案申请，个人去中国旅游开放自由行，禁团令也未解除。交通部长王国材解释。只有咱方单方面开放，对国内旅宿业者是无公平的。疫情前，中国游客占国外旅客来台湾的4成，相机不加大。国内旅客无等到好消息，无排除要发动抗争，表达诉求。台湾的有4000家旅行社，大概有90%以上呢，都有发团到中国大陆，所以呢，对整个行业来讲，当然就是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的一个损失，那对市场一直不开放，对市场也是一种伤害。我跟李书业也座谈过，他们也期待是对等开放啦，不要说我们民众都跑去，那他没过来，那我们就会有一个落差。交通部观光局定出今年600万国际旅客来台湾，有100万是中国旅客，安怎补足客额？陈建仁表示，国际观光客真踊跃，目前达成340万旅客来台湾，有信心达标。王国材讲，也会持续甲对话沟通，达成团客同步开放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阮定伫礼拜日要进行总统的初选咯，也毋过政党的竞选活动煞拢取消，主要是因为一个11岁查某囡仔一直努力，互骑奥多摆抢匪攻击，后来不幸死亡，嘛引起民众的抗议。示威群众用砖大石条偏向警方，过程中有环境受伤，因为为无辜死去的11岁查某囡仔杜明辉讨公道。Están matando a niños de 11 años, carajo. Aguante Argentina, papá. Luchemos por la seguridad de nuestras familias. No me puedo ir a laburar y poner cámara en toda mi casa para que no me afanen. 阿根廷10月支持总统选举，这个月13是初选，不过杜明辉之死是对政府的警告。阿根廷的同会碰撞超过100%，连查某囡仔被抢，而且佫无命。百姓对犯罪率欠悬当然真不满。目前阿根廷政党初选主要参选人拢暂停最后造势活动。Yo tengo que me levanto temprano, tengo mi hija de 11 años que yo cuando me enteré esto me agarró una desesperación porque pudo haber sido cualquier otra criatura. Imagínese.
杜明辉是车到伫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南边的拉努斯去读册中途，互牵去车的歹徒为后边弄到个抢走册包，这是伫阿根廷常常看到的作案手法。然后伊被送去病院，动伤不治。迄一天电视新闻一直报上抢劫过程监视器画面，因博社区居民怒火组织抗议，伊妈妈被听表示，甲讲爱用囡仔命换社区安全。地区安全首长波尼甲记者讲，2名歹徒已经抓到。阿根廷是拉丁美洲当中向塞率上低国家，暗过经济不稳定，增加115%通膨，不只是更较侪民众陷入散车，更有更较侪社会问题，也互杜明辉这囡仔性命无去。公司新闻恩文玲朋友。来看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昨午飞第2座商业飞行，这嘛是头一届甲观光客送到无重力的太空。3个升客其中有一个是今年80岁英国前奥运的国手，伊嘛伫太空中甲安全带松开，享受无重力的状态。一座大约是8点外钟飞一座就要上千万的台票。一架在太空船的运输机起飞，这是维珍银河进行第2座太空商业飞行任务，叫做银河控制。伫起飞50分钟了后，太空船按照计划甲运输机分离。3, 2, 1, release, release, release。由火箭驱动的太空船载3名一般的乘客，开始往海拔80公里高度飞。这是维珍银河第一摆将观光客送去无重力太空。3人当中包含一个80岁英国前奥运国手古德芬。A completely surreal experience, but the most impressive thing was looking at Earth from space. Just the pure clarity, the pure was very moving. Oh my gosh. Quite surreal. Without a doubt, the most exciting day of my life. So everybody on board has been cleared to unstrap and enjoy that zero-G experience. 古德温伫2005年买这张机票，煞伫2014年得到帕金森氏症，也互伊成做史上第1位去入太空的患者。另外一个母女是透过抽奖活动幸运去太空。Anna, you're also the youngest person to have ever gone to space. And today, we saw the most women flown in a single mission to space. And so, history making for so many reasons. Like you felt like a part of the team, a part of the ship, a part of the universe, a part of Earth. It was incredible and伫经过点外钟的飞行了后，3人顺利飞回来。伫美国太空港降落，维珍太空目前已经列接差不多800名后前客户，会陆续伫未来送因去太空。2005年一开始的票价伫20到25万美金，2年前重新搁卖票，票价一捆头是起到45万美金，合台票超过1430万。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国内消息来看，咱国内欠工真严重，劳动部参印尼的官员讨论要引进农业、畜牧业的移工，上紧9月第档正式引进哦。劳动部嘛强调讲，移工嘛适用咱台湾的劳基法。台湾农业、畜牧业欠工，未来可能有新的劳动力来源。劳动力发展署初8、初9伫印尼的第10届台印劳工工作专辑会议，双方的政府达成共识，会赶紧规划引进印尼农业、畜牧业的移工，上紧9月就通施行。印方比较担心说，农业移工从事的是比较高劳动力的那他的住宿环境，他们比较去在意所以在劳动契约上面，他们比较有用一些心思。目前台湾外籍移工约74万人，以印尼移工数量上济，约26万，大部分做家庭看护工较济。劳法署表示，印尼真要以劳动条件的问题，即阵达成共识，农业移工的劳动条件会比照劳基法。我们持续在跟印方就农业契约的这个内容来这个做协调那也都能够在符合我们劳动基准法，不影响到我们国人的雇主的权益的情况之下，来跟对方来进行协调。但是农民讲，农业势头若咧较无用的过分，真接一天的工时会超过8点钟。雇主若想要偷接补，就有可能正常管道的农业移工、违法的务工拢请通有卡手。畜牧场、养猪场，它是有固定的工作，以用这正常的劳工来加固定工时的正常工作。产业为了不是整年拢做无用的伊就靠可能去请黑工。农民认为，虽讲可能通减轻欠工的问题，
但是可能也是有侪雇主会选用乌工，呼吁政府应该思考农业势头的特性。也那罗法署是表示，目前劳基法针对单性工时已经有规范，目前会依劳基法的规定落去行。记者郭文长随新北报道。再来看高雄的代理商场2楼的秀泰影城，对去年11月开始到今，欠将近4000万的厝税。代理是表示讲，刷来因会来接管影城。也毋过哦，秀泰影城是表示讲，是因为这个地点生意无好，顶个月初4已经通知代理无要阁继续经营咯，还有是到这个月底结束。伊嘛指控代理违约，强调讲秀泰集团的财务绝对无问题。变数过来维护中大上维修的纸条，为收必收线到付应该有的款项拢无好回应。高雄 MLD 代理公司宣布，11号起，高雄代理秀泰影城将会暂时由因来封存。到去年111年的11月，至今都还没有把所谓的场租、管理费、规费，所谓规费是执照的申请费用、消防申请费用，甚至水电费这些东西都缴足。那他就目前是已经有所谓的违约的事实。MLD 代理表示，双方面签的合约是为2021年到2025年，但是去年11月开始，影城开始出现着无付有够的款项，亲像是租金、水电费、管理费等等的费用，嘛持续用无同款的名义拒绝来付这的钱，累计欠的钱有3800多万，协商无结果，才忍痛来接管。高雄附近太多电影院了，所以他生意不好，我觉得没有很意外。台旅好像也要接手继续营运。哦，那很好啊，对啊，因为自由市场嘛。秀泰回应这是无正确的指控，强调因为这个所在票房一直无盖好，顶个月4号就通知着代理公司无要搁再经营，嘛预估要伫8月底终止着因的租约。其实我们都还在针对营运的部分进行讨论，合约部分进行讨论，但是它是完全片面的就对外发出一个不实的声明，严重影响我们的商誉。秀泰影城伫高雄目前阁有梦时代、公山2位，秀泰强调因集团财务健全，全台其他影城拢是正常咧营业，双方面拢有家己的说明，爱拍官司恐惊是真难免。记者王刘天明交款各样报道。再来看，位伫中华梨林的英城纸业是全球第4大的工业做纸的公司哦，嘛是某某加写皮纸箱的供应商。早起有环保团体就指出讲，英城纸业目前提出扩厂的计划，在环评审查。因指控讲，英城伫农地区违章，佮挑抽地下水，排放超过标准的废水，是真恶质。所以因呼吁讲，千万唔通互即款的厂商扩厂。为空翕的相片会当看到，伫一片农地内底，形成纸业的工厂就起伫内底。会知影中华环保联盟提出相片指出，红线内底是真正的建筑用地，是形成合法的厂房，但超出红线就是违规扩建的。而且这间工厂排放的废水拢是有色的，所以拢无改善过。他现在使用的这些地，有一半以上都是农地违规、农地违建，是在特定农业区上，非常可恶。排放口永远都是这种橘黄色的颜色。农民抽来要灌溉地下水，会当看到是深柑仔色的，在地居民不免怀疑是防污染着。环境保障权基金会指出，为环评的资料显示，英城共定抽180万吨地下水，但由于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出，抽超过220万吨，恐惊是造成地层下陷的帮凶之一。一年多抽了1000吨，也就是大概100万吨自爆了哈。那这非常明确的超抽，劣迹的厂商哈，基本上不应该同意他扩厂。英城扩厂的计划咧进行环评审查，环保局强调必须要依法来审查。本来幕僚机关就不可以对人民的申请案件抱持特定的立场。他们讲的有法令争议的部分，我们有义务要请其他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该厘清了，就会去厘清了。针对地下水的涉水，环保局表示有可能是有铁造成的。有关英城的放流水，因拢继续开闸，但目前管制标准并无针对适度。另外，已经前后针对英城开出上千万的罚单，款团强调英城这种污染的惯犯。政府不应该同意扩建，更加爱查处违规。记者林美贵、俊林台北报道。
宜兰东山乡的主祭祖公伫龙木用地顶头起庙，面积超过2000平。县政府认定讲这是违建，也毋过因为庙方拢无要处理，今仔县政府就派怪手去拆庙，有真侪信徒是真毋甘。怪手一直施工拆除庙宇，这间拜保生大帝的宜兰东山乡主祭祖庙，因为庙方违法伫农牧用地兴建楼地板面积达到5700平方公尺的新庙，互县政府限期改善，并依照违反区域计划法罚2届30万。庙方甲担无改善，县政府强制拆除。发现违准。庙宇拆除前，因为内底还阁放晒新名，经过信徒甲县政府协调了后，决定予因20分钟的时间祭拜庙内神像。经过报备结果，决定神像继续踮伫庙内，毋过无法度阻挡怪手执行公权力拆庙，边仔信徒归来双手合十祈祷。所以讲你这要甲拆，还一个时间，阮来补一下照。即摆这个庙，即摆你讲要甲拆，这我感觉讲很不可思议，因为阮即摆努力上行，应该给我们机会。政府应该有辅导的机制。庙方认为，县政府应该给因机会辅导庙宇就地合法，这是地方的信仰中心，袂当讲拆就拆。并且在庙方的一个承诺跟切结的情况下，应该在1月底的时候，应该就要做自行拆除的动作。但是庙方迄今还是置之不理。庙宇拆除的时阵，警方伫现场戒备，这间庙伫农牧用地兴建，依法无法度得到建证。较早庙方甲施工单位捌假造施工告示牌，互人判刑。违建施工经过县政府真侪甲下令停工，也甲开发，庙方无照办，县政府即届才强制执行拆除作业。毋过因为县政府当年拆除违建的预算有限，当年干那119万，这间庙宇真大间，预算不足。县政府是讲，即届干那当拆。甲无法度使用，未全部拆除。记者综合报道。这2-3档啉酒赛车是掠甲真严，冒犯甲真重。也毋过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统计，今年1月到5月，酒驾死伤的人数无减少，颠倒增加。台中市啉酒赛车的车祸造成612个人死亡是全国上侪，比去年的同期增加超过5成。7月初5，台中市一位男性骑酒赛车，拒绝警方拦检，结果连续冲9个红灯，尾仔互人查落来，发现酒测超标，以公共危险罪上班。虽然警方有严格执行处理酒驾，不过根据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统计，全台1到5月酒驾死伤的人数，唔但无减，佫颠倒愈来愈侪。如果还有任何一个无辜的用路人，因为酒驾而伤亡，这都是我们不能忍受、不能接受的。其中，台中市酒驾死伤的人数有612人，比去年同期是增加217人，排全国第1。第2名是桃园市的506人，第3名是台南市。若死伤的人数和去年同期比起来，台中市嘛是增加上侪，有54.9%。第2名和第3名分别是基隆市和平湖县。不少民众是真烦恼，因为酒驾就亲像是道路的无定时炸弹。要喝的还是会喝，因为他们有些人就是不怕他不怕的话就是也没有用啊。当然，对我们一般来讲，普通百姓来讲，当然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有酒驾的人在你身边啊，尤其是晚上。台中警方表示，处理酒驾一直是执勤的重点。今年1到5月，处理违规的数量拢是排6到第2，酒驾比去年同期嘛减少4个人。为了防治酒驾，也会和相关业者执行诉管专案。好，我们警方就会去做一个宣导。好如果有一些酒驾事故是发生在该餐厅的话，我们就会请我们警方去跟餐厅做一个劝导的动作。另外，加强执法的部分，也规划逐个月8到10届的处置勤务，尤其是加强主要道路的执法。另外，对公车18岁以上的乘客，也有连坐的处分，要全力阻止酒驾行为。记者台中报道。台南市新营路边停车对8月开始收费，也毋过民众煞一半停伫停车格，另外一半停伫外口，防止讲是要比自动感应的收费。台南市交通局是解释讲新营路边停车上人工来收费开单，只要停伫停车格是拢爱收费。
行伫台南市的路里，会当看到原本无收钱的路边停车格，为8月开始未算收停车钱。毋过嘛，因为安尼，最近出现一寡特别现象，就亲像这几台车，一边咱停伫车格内底，另外一边停伫外口，可能是要想比车路顶的地主感应收费。它是要给一个官网看哪里有空车位的，对，如果感应到车子的话，它就会有显示。对，它不是收费用的。一开始我觉得可能会啊，但是后来有看到有收费停车员在那边收费，所以看起来只是单纯做一个智能的感应而已。多数民众拢了解地磁感应的作用。事实上，这个伫停车格中央的地磁感应器，是甲停车状况就是甲台南好停的 App 连线，互控制中心知影每一个停车位的停车时间甲空位等等状况，协助用路人会当愈紧找到新营区的停车位，甲收停车钱无关系。新营目前也阁采取人工收费方式来开单。民众在停车的时候，收费员巡场的时候，还是会依照正常的程序去做停车收费开单。民众若用特别方式停车，会造成其他用路人查到车位煞无通停。交通局呼吁民众着要依照正确停车方式停入去停车格内底。记者温哲兴台南报道。台东县政府规划讲要甲东海岸公路延伸起一条会当通到火车站甲唱歌的支线，东44管道5月已经动工了。也毋过这条路会经过嘉罗兰部落，路的边仔就是徛街，所以部落族人是认为讲，应该只要分跨第11线东海岸公路，就会当来解决塞车的问题，无需要搁加开这条路。嘛，至于讲县政府拢无先甲因沟通，所以部落是无同意哦。县政府最后嘛决定讲，安尼无要开这条新路咯。5月份，台东县政府伫东海岸公路举行支线东44线管道动工典礼，要为嘉罗兰部落沿这项基地西平开一条5.7公里的公路，来个到石川部落，分散东海岸公路的车阵。迄当阵就引起部落的抗议，因为这条路若一日开，徛街就伫车路边，会影响部落居民的安宁甲安全。经过甲部落的协商，最基本部落大部分的居民拢反对，县府嘛决议要动点，变做动工就停工的地方建设案。因为这样的相关多种的怕说会影响到他们居住的一个环境品质，县长说尊重他们的意见啦。县府表示，会甲向公路局争取2亿开路的经费纳入转去，毋过有风声讲，地方批评县府敢若听少数人的意见，无顾东海岸公路清在咧塞车的问题。毋过部落的头目讲，因是住伫当地的居民，袂当因为要解决塞车的问题，所造成部落居民的伤害。呼吁甲原底第11线东海岸公路分跨，变作是4线的车道，才会当根本来解决塞车的问题。把那个经费弄到那边就可以了啊，那何必去从我们这里，然后打扰了我们的社区的一些安全跟安静呢？头目强调讲，县府开路的计划，从头起嘛无甲部落讨论，无尊重部落。若是知影部落会反对，就无需要白了工。毋过县府讲，按算要开路的时阵，有通知部落来参加，嘛有召开说明会。既然即马部落反对，县府嘛接受这款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一寡旧的大楼无电梯，嘛无友善老大人的设施哦，所以桃园市政府6月就开始办理老大人带社会主体的专案。有一个68岁杨先生哦，佮家24栋的老公寓，互政府斗3工税出去，伊搬到有电梯的社会主体。那么做伙来了解。泡茶看电视，出入大楼也有电梯。68岁杨阿伯原本住伫鼓山区14年无电梯的旧公寓，后生烦恼伊生活不方便，斗3工申请高龄友善换机社会主体专案，正到桃园地协会成功换厝成功的高龄老人，也是营建署推动包租代管4.0了后全国第1案。还不错，满意。哪方面满意？各方面都满意。之前住在那个公寓没有电梯啊，怕就是之后可能行动没有那么方便。那换到这边来，这边环境又很好，然后这个又电梯，然后以前都要追垃圾车，现在就不用，那个地下室有那种垃圾分类的。杨阿伯原本25平旧厝交予桃园市政府包租代管了后，成功税出去，租金1万。也伫8月7日换带到中路4号社会主体40平空间，租金含管理费只要13300块，而且有电梯、无障碍设施、加健身房等公共设施，边仔2人拢真满意。
20-30年的房子常常没有电梯，他把他原来的房子交给我们包租代管以后，他自己来住我们的社会住宅，除了有电梯以外，我们全部的社宅都符合通用设计。主题发展处表示，希望继续推广照顾更加侪高龄者、亚岁民、高龄优先换基社会主题专案申请的人，爱满65岁，伫通市就一间厝，爱加入社体包租代管计划税出去。另外，家庭成员也要符合所得不动产者的相关资格，趸换带到桃园市所办的社会主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云林的警方伫启动甲斗南查到有14个失联的移工，有一个签证已经过期的侨胞。警方表示讲，这移工拢是做临时工来探证，嘛来查讲到违法的头家。警方来到现场，随大声喊爱大家莫顶动。这是云林启动六合村一个提供税厝的住所。平常时因为出入的人真复杂，而且常常有人会伫遮食酒、大声喝酒。厝边怀疑是有人伫遮跋筊，抓走去报警察。去清查居住人口，在赤桐地区查获泰国籍失联移工7名，预期停留外侨1名，其中有1名失联移工吝啬不能安全驾驶通气。警方表示，这寡失联的移工家己小招税厝，才四界找临时工趁生活所费。刷落来扩大追查，确讲有违法请因做事的头家。另外，斗南的警察咧执行联合稽查专案擒捕的时阵，嘛伫管区一栋衰人的透天厝内底找到几人的失联的移工。呼叫线上警网前来支援后，上楼清查。后于该透天厝顶楼平台发现一群外籍人士聚场上面。将7名外籍人士带返所查证身份，经查6男1女均为越南籍，预期拘留人士。警方表示，失联移工讯问了后，改送移民署云林县专勤队收容。不过社会上原来有真侪这款落跑移工四界走、四界觅，都够引起犯罪等等治安的问题。警方是呼吁民众千万唔通请这寡违法的外籍劳工，避免犯法。若真有发现可疑的移工，家己来引头路，就要赶紧报警察来处理。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来看内政部跟行政院的小保处调查主体转租的契约，发现讲有3成无合格，有真侪转租的契约期限是甲原本厝主提供的无同款哦，修理佮提前解约的条件嘛对厝卡较不利，所以嘛要求讲爱改善。小保处嘛提醒民众签约的时，就要特别注意。包租代管合约书厝主提供的出租期间到112年8月7日为止，啊，毋过转租契约却是到8月20。包租业者定出的租约期间明显无合规定。内政部会同行政院小保处头一遍对包租业的转租契约进行调查。查获起占率较悬的业者拢总25件，各抽查2份转租契约，上接看的4大违规包括租赁期间甲厝主提供的无共，也是要求承租人负担无合理的修理费用，也甲提早终止契约以及要限厝时阵的无对等契约。今天查到的一个案例，房客端，如果你有什么突发状况，你是不得提前终止租约，但是包租业居然可以随时把你的契约终止掉，这个权利是不衡平的啦。小保处查获了后，已经要求各县市主管机关要求业者改正。这是107年租赁专法上路了后，政府头一遍对转租契约进行调查。主管机关内政部表示，查获当中发现业者大部分是因为沿用过去合约，所以才会有对消费者相对不利的条约。在专法还没有出现、定型化契约还没有出现以前，他们的约规范的内容是比较简陋的，好，那当然也是相对比较有利于房东的一些规范。内政部提醒消费者，签约时阵会当比对主体转租定型化契约，一点一点来核对，嘛爱提供业者以个别磋商的名义来变更契约的内容。若做发现契约内容无合规定，会当向各地方政府的地政局处提出检举。记者综合报道。反对新竹路中改造阳明交通大学附设中学，有30外个校友今仔早起伫路中的校门口来表达讲，因反对学生的停书，嘛要求讲学校爱撤销决议。校长出面接受联署，嘛表示讲会过来开会讨论。退休的老师以及毕业的校友看到学校明年特别100岁啊，如今却传出有可能会甲阳明交通大学合并。以后要改造阳明交通大学附设新竹女子高中，
大家感觉无办法接受。学校现在已经100年了，希望能够永远传下去啊！为什么要改立呢？真是感到非常奇怪，绝对反对。吓了一大跳，然后我觉得我不能接受，我们的百年的主女要变成其他的任何的大学的妇女，应该要选正确的路，而不是容易的路。况且，如果我们不改立，就没有资源了吗？经过几啊天的联署，参加联署的人数就来到5000人。发起人手提联署书交予校长，而且搁在现场扣布条တင်情。主女在地方上有强烈的代表性，她其实高达1成以上的市民朋友也对此表达了不满。我认为我们是主女一定要召开公听会，去表达一下合作跟合并这2个是怎样的选项。多元的社会，我们应该要尊重多元的意见。那对于校友传达的这个意见，我们会在校内做一个审慎的演绎。发起人讲，大家上烦恼的是，学校若是确定改做阳明交通大学附设中学，恐惊会失去学校的主体性。伊嘛呼吁阳明交通大学会当撤销合并，双方改为合作就好。记者刘君和新店报道。来看伊电基金会万丰启灵中心，和身心障碍者的成员演出舞台剧，最近嘛公开演出，咱做伙来看卖。介意布袋戏，想要推广给朋友，卡音甲社福团体工作人员展开一场圆梦之旅。规个过程变作是类舞台剧，而且全部由身心障碍者来演出。故事接龙，一人一个字，或是一人一句话，那我就变成数字接龙，1、2、3、4，让它先分解之后，然后再组织看看，我们可以按照他们不同的能力变成什么样的故事，这样，然后在这个陪伴中去寻找到这件事情可能对他的意义是什么。各位演出分解做无共单甲游戏，互无共类型的身心障碍者，拢会当好好发挥因的能力。伊电基金会认为讲，身心障碍者的文化参与，毋但是静态活动，或者是以观众的身份来欣赏演出，也会当经过课程的设计甲训练，结合艺术的方式来呈现。早年都是比较静态创作，但是没有办法符合每一个障碍别的需求。那蛮多心智障碍，他们还蛮喜欢是这种音乐的舞蹈演出。我觉得这个在 CRPD 来讲是一种突破啊，因为以前都是比较是专业领导，但是现在是比较沟通后产生出来的一个演出。就算爱比一般的人用更加侪时间来练习甲准备，成员也是真愿意投入课程。伊电表示，期待当透过这个演出，互更较侪人了解身心障碍者，嘛会当平等参与文化艺术、甲社会参与的重要性，嘛希望大家拢会当加支持。记者综合报道。为特别互心中的朋友会当靠家己来讨谈增加甲社会互动。台中的雾峰玛利亚身心障碍日间照顾中心逐礼拜拢会带学员出门去寄卖因家己制作的茶叶、生活精等产品，收入后嘛全部落互学员做收费。茶叶、生活精等等手工制作的产品，拢是这阵身心障碍朋友的心血。逐礼拜，因拢会对社工师来路边摆摊啊义卖，也借这个机会甲社会互动。每周2固定会带他们出来，就是这样子做义卖。一方面是训练说人际互动的部分，然后跟就是想要把这些东西就是可以销售出去之外。获得那个的钱就可以当做他们平常的零用金，他们就不用再跟家长再去拿钱，然后可以买他们生活所需的东西。身心障碍学员虽然动作有较慢，但是收钱、找钱，每一个动作拢真认真。有民众已经不是头一回来甲买，因为这个学员所做的产品品质有保障。中秋节买过他们的那个，所以很熟悉啦。因为刚好看到，远远看见这个袋子是我喜欢的花色，我也不纯粹是这样，是因为我喜欢，做得很漂亮。刚好来有你们在义卖啊，刚好啊，有遇到啊。你买了什么？我买了那个洗衣精，还有那个杯子的提袋。逐礼拜的义卖收入唔但会当互学员做所费，减轻厝内时代的负担，也互遮的朋友甲社会有连结。记者综合报道。国
国民健康署分析110年6岁以下儿童死亡的原因认定讲其中有19个人应该是会当预防的案例，所以嘛专家提醒家长一定要准备好儿童的汽车安全座椅，嘛教讲安怎正确安装来保护囡仔。安装呢，针对2岁以前的宝宝，我们是采用后向式的一个方式。那这个部分呢，主要是来自于去预防我们宝宝的颈椎还没有发育完全。专家讲解安汽车安全座椅要注意的代志，提醒爸母2岁以下的囡仔，伊也一定要按后倒的方向，要买有检验合格漂式的座椅。而且，较热囡仔下安全带了后，爱留一个镜头会当撑过的空间，嘛袂当伤寒。那我们在4岁以下呢，就是要乘坐这种安全椅。那4岁以上的一个孩童的一个部分，那就是可以依据他的一个身高，如果他还不能够直接系附安全带的孩子，都要使用安全座椅。国健署分析110年交通的案件内底，6岁以下囡仔死亡的原因，认定其中19位是属于会当预防性的案例。其中2岁以下的红孩颔骨要真烂，所以就爱用汽车安全座椅。如果大人在适当的安全带的保护之下，可以免于的伤害，在小朋友没有被保护到，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2岁以下，因为小孩子的成长，特别是在脊椎、脑部相关的一些构造都还没有非常完整。如果一个紧急刹车，甚至于车祸的话，就很容易造成小孩子的一个伤害。国健署特别呼吁要做爸母的人，在囡仔出事之前，就要准备好合因年龄的汽车安全座椅，尤其是在囡仔成长的过程当中，就要正确安汽车安全座椅，确保囡仔坐车的安全、快乐成长。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预估在2025年会成做超高龄的社会，到时阵台湾有2成的人口会超过65岁，所以长照相关的产业市场是真大。咱来看有4个大学拄啊毕业的少年人因成立一间长照课程的设计公司。1礼拜来暗时7点半，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这场少年人伊有啥物有创意趣味的课程设计来要陪伴老大人。翕影片、收集资料、修改课程，这是一间长照教案的设计公司，因运用游戏的设计甲互动，加上智能治疗的概念，希望互侪伙人有无共款的刺激，达到预防失灵甲失智的功能。虽然是做长照服务，不过参与教案开发的这4个人，大家毕业要出社会。家的老人家可能嘛是无算过足侪物件，像阮做的换装啊、开咖啡厅，因是无机会做的。阮嘛是阁会想带来，互因有新的刺激。可是我们要画出自己的优势。烦恼时代做袂来，设计课程袂当伤困难，不过过程伤简单，又阁失去训练的意义。为着达到预防的效果，智能治疗师张玉晶，逐工拢伫设计各种的长照教材，希望互侪伙人无共刺激。经较定的纸，还是较无好教的物件，要互因手会当较大力的，就是因平常时有的能力，啊，互即寡长辈有新的刺激。企图囡仔除了服务市区的侪伙人以外，嘛会甲偏乡的长照据点合作，针对无共环境，设计出适合的教案，提供互第一线的医护员，嘛减轻因的压力。像有这样的企业啊，就是公司能够去提供，其实照服员就省了一点时间。这几个少年人伫厝内有同款的经验，更较会当理解高龄化带来影响。企图囡仔希望把成功的模式复制去其他的地区，互全台湾的时代伫面临老化的时阵，拢会当健康快乐过生活。记者洪兆石、吴文良综合报道。中华职棒昨传出讲，中职新的球队台更雄鹰要用林子伟、甲乐天桃园换3个选手，佮加上球星王必用的契约权转让。台更雄鹰的总教练洪一中是表示讲，台更需要一寡较资深的球员来带领少年球员做伙成长。中华职棒切查传出重大交易，乐天桃园送出王学正、洪辉君，那因屯3名球员甲女籍球星王必雄的契约转让权，因共是4万1，为台钢雄鹰换来今年选秀状元，也是女外好手林志伟。跟台钢雄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交流啊，其实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怎么样才能够让
更多的选手能够持续长久的活跃在这样的这个中华职棒的大舞台上。有球迷认为乐天换掉上阵的球星林祖伟是赚到啊，不过乐天球团认为球员交易是两队整体的规划。大cường雄兴总教练洪一中也表示，现阶段球队需要是成熟就是战力，来带少年的球员成长。球队那有很多位置，事实上都还不是很成熟，所以我们这一群年轻的选手真的是需要几位年纪比较大、比较有经验的选手来帮助这些年轻的选手能够快一点的在场上变成一个成熟的选手了，所以才会有这一次的交易。大cường雄兴领队指出，有向经纪人问过王碧雄，以表达高度愿意加入球队。不过，爱等今年球季甲日本职棒火腿队合约结束了后，才讲新的合约。乐天桃园甲大cường雄鹰3人赢有好康，这段单伫球场拼输赢就知影咯。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